观众朋友唔知係咪有聽過蒙古嘅口音藝術？伊哋客家後生人為到一個省天無暗影去到蒙古草原，可以能傳統嘅吟唱方式。其後上偷偷擺聽到口音，如果受到感動，如果煩惱，伊用嘅為4年嘅時間探索也天然又神秘嘅省，探索研發得出乃到用嘅一省。對蒙古學進來過後，其後上還將也游牧民族嘅傳統吟唱方式同山歌結合，創作出跨族群嘅新音樂作品。所以我馮陽山錄帶我哋去認識其後上嘅聲音地場。聽起來像風嘅聲，聽講係北方蒙古人學風各本講10日嘅聲。按古老傳統嘅演唱方式，就係傳統嘅蒙古口音藝術。對下馬鬼發出嘢嘅音高古天嘅大音，聽起來如唱起兩個音向下出聲。喉音呢，它是源自於蒙古羊的叫聲，好，跟駱駝的叫聲。那羊的叫聲是這樣。好，這是羊的叫聲。那你把這個聲音拉長呢，它就會變成這樣。好，拉長之後呢，你再改變口腔的形狀，就會變成。那蒙古的喉音基本上是從剛才這個羊的聲音、風的聲音、駱駝的聲音，它3種去搭配變化。那它後面又研發出了閉口的喉音，然後像河流一樣的聲音，像這種。它模仿那個河流在轉彎的聲音，然後或者是像更大的這種。好，這一種的更大地的這種聲音，它有大概現在已經有10幾種不同的技巧可以使用。古老嘅口音唱腔，唱出蒙古人學山叻嘅音聲，河壩嘅水聲，韓國牛羊駱駝也得會聲，對舞台散發出發呀呀嘅嘢，草原嘅迷思嘅聲。雖然大部分觀眾冇聽過口音，不過如談論舞台上嘅音樂表演，向下行入嘅大漠草原嘅世界，感覺很特別啊！不錯啊，就來這邊，有那個到那個他所說的那種情境啊，然後現場那種情境，音樂很好。我覺得蠻新鮮的，因為之前大部分都是在電視上啦，或者是一些媒體上看到這種類似這一種怎麼講這種表演啦。今天算是第一次看到現場這種表演，覺得蠻新奇的。舞台上嘅開盲樂團結合喺台灣嘅海洋文化同草原音樂，用口音、馬頭琴、琵琶、打擊同世界數鼓來做創作元素，表演出世界音樂。其中團長池孝雄，韓國係為到愛學口音，天無暗影就去蒙古。喺台灣一開始，以前冇先生唱做得自家好，可能用錄音片好，2年半能發出第一個音。台灣啊，請唔到先生啊，冇先生都得教我口音咩用蠻衝啊嘛，嗰啲東西。故說我自家就需要想辦法，我彈嘅 CD， 我彈那個有一些老師的聲音，我還上網去請嘅 YouTube 的影片，我看到嘅影片呢，我看到佢的嘴型啊，學他們的嘴型，然後學他們的聲音，然後我自家好5年嘅時間。
俺好到5年，俺就吃到吼，俺冇青谱呢，就都得唱得出声音，但是我的唱不出歌。2008年，齐浩翔得到校委会做梦計劃嘅獎處，總算去到為蒙古草原，捧嘅千里安遠，我以後遊牧民族古老常見嘅夢想。齊浩翔同蔡天熱乃去中央嘅，拜訪一個又一個蒙古包，也在熒幕之裏，佢睇草原、沙漠、山島，睇到以前上愛談嘅現地。當地的我想學會談大自然嘅生，能曬到後現嘅精神素材。因為太自然就是後現藝術的欣賞。晚上我們在蒙古包裡面就聽得到那個湖面底下的那個大冰塊咚咚咚在撞的聲音。對，早上的時間呢，那個就聽到冰塊啪啪啪啪啪這樣裂開來，然後我們就是在那樣很大自然的環境裡面，我聽到嘅風的聲音，我聽到牛啊、羊啊、馬，大自然的聲音，我呼吸到這整個蒙古的空氣，在那個時候呢，你就會覺得說，就是要在這麼孤獨的地方，你只有一群羊，冇辦法老攀引拱發，你才有辦法唱出這麼哀傷、這麼跟天地相關的聲音。成功學會後現技巧嘅齊浩翔，也同後現結合客家山歌來創作，把客家山歌同蒙古後現嘅自由隨性融合，帶出新嘅音樂作品。愛彈愛加工，佢唱山歌嘅時間啊，馬該東西佢都得唱啊，你就覺得說，哇，他的創作好自由哦，他有一個曲調，可是他每天這個曲調都會跟着他微調，然後但是他有這樣的曲調，他又可以把他的心情唱進來，他也可以把古詩古詞放進來，他非常的自由。那跟蒙古音樂也是一樣，蒙古音樂裡面有極大的一個自由度，那我就是把這兩個自由的空間把它放在一起，然後試着在這裡面找到他們互換，然後互相即興的一種方式。對，這是我想要把客家的元素跟蒙古的元素合起來。認真千里之外嘅後現感通到佢，漸漸嘅10年嘅時間潛到空特，齊浩翔此內愛潛出自家嘅表演方式，希望用貼切嘅音樂元素，聲音出韓國出汁、韓國震撼，一韓國做得感通到人嘅音樂同表演，潛出韓國多可能嘅人生。